朝早9:15，我同周景川一齊行出南城婚姻登記中心，紅色離婚證仲喺我手入面。周景川已經拎住電話，笑住同電話嗰邊講：搞掂啦，你叫車行準備定，我10分鐘到。佢行得好快，快到好似同我結咗8年婚，只係一場拖得太耐嘅會議。我企喺門口石級，望住佢背影。8年前，景微科技仲係一間得4張台嘅細公司，冷氣壞咗，辦公室熱到成個焗爐咁。周景川日日着住30蚊一件嘅恤衫，拎住我整好嘅產品方案周圍見客。嗰陣佢成日攬住我講：知微，第時公司做大，我一定叫全世界都知景微個微係沈知微個微。公司真係做大咗，但係後尾所有訪問淨係得周景川，所有頒獎禮企正中間嗰個亦係佢。有人問起我，佢會笑住話：我太太中意留喺屋企，唔識應酬。其實公司第一筆錢係我俾，第一個大客係我揾，第一套車載系統核心模型亦係我同研發部一齊捱咗半年整出嚟。只係嗰陣我覺得夫妻唔使分得咁清。我企後面，佢企前面，公司做得好，大家都好。而家諗返，我唔係錯喺支持一個人，我係錯喺將自己企過嘅位置讓得太耐。一架白色跑車停喺路邊，林子晴戴住墨鏡落車，佢着住條淺金色長裙，手上隻鑽錶喺陽光下面閃到刺眼。嗰條裙我見過付款記錄68萬，隻錶120萬。全部由公司品牌預算支出，當時報銷理由寫住海外品牌合作。我問過周景川，佢話品牌部要接待重要客人，我嗰陣冇再追，而家重要客人就企喺我面前。林子晴行過去挽住周景川隻手，景川終於自由啦。周景川笑住點頭，係啊，以後返屋企唔使再對住一台數簿。林子晴轉過頭望我，佢笑得好溫柔。沈小姐，大家好聚好散啦。景川呢幾年壓力真係好大，你成日問佢錢用咗去邊，又成日講公司流程，男人日日咁俾人管，好辛苦噶。我冇出聲，周景川皺住眉，知微，卡嗰邊照舊。我望住佢，邊啲卡？佢語氣有啲唔耐煩。我平時用開嗰3張咯，仲有我媽醫院嗰邊，嘉怡婚禮尾數，屋企司機同會所，全部照翻原本安排。離婚係我同你2個人嘅事，唔好搞到成家人都麻煩。我望住佢幾秒，忽然好想笑。原來佢心入面離婚只係換走一個老婆，我俾出嚟嘅樓、車、錢、信用、公司權限，全部應該原封留低。佢同林子晴搬入我間屋，用我張卡，坐我架車，仲想我繼續幫佢阿媽睇醫生，幫佢細妹搞婚禮。嗰一刻我終於明，佢哋從來冇當我係屋企人，我只係一個唔識嬲、唔識拒絕，掹幾下電話就會俾錢嘅提款機。我可以俾錯一次真心，但我唔會再俾人攞住我副身家扮成功。周景川，我望住佢，由你頭先簽低個名嗰1秒開始，你用緊嘅嘢，我會逐樣計清。林子晴除低墨鏡，沈小姐，使唔使講到咁難聽啊？大家都成年人，感情冇咗咪分開咯。景川又冇攞你啲咩。我望住佢隻錶，你隻錶幾靚。佢愣咗一下，跟住笑。景川送噶。哦，我點頭，原來我俾錢，佢送。周景川面色一沉，沈知微，你夠啦。我袋入面部手機震咗一下，私人銀行一連彈出4條通知。第一條，黑卡預授權180萬。第二條，公司採購卡查詢300萬額度。第3條，家庭資產卡查詢可用餘額。第4條，勞斯萊斯星耀定製版，等待完成尾數授權。我垂低眼，逐張截圖，跟住剪低錄音。周景川仲喺度講，我答應送架車俾子晴，公司下個月融資，幾百萬流動數，唔好卡住。我抬起頭，你用公司卡買車俾佢。林子晴即刻搶住講，架車會做公司形象用，我係品牌總監，坐公司車有咩問題？我望住佢，你再講多次。佢一臉理直氣壯，
我話架車會俾公司用，我出席活動代表公司形象，公司俾架好車我坐，好合理。我低頭望住手機，錄得清清楚楚。周景川終於覺得有啲唔妥。你錄音？係啊，我將手機收返入袋。驚啊！佢塊面即刻黑晒。8年夫妻冇必要玩埋啲小動作。我望住佢，你拖住婚內情人企喺我面前，仲叫我繼續幫你養成家。而家反過嚟話我做小動作。林子晴拉住周景川，算啦，今日係開心日子，唔好俾人影響心情。車行仲等緊我哋，佢哋轉身上車，跑車開走之前，林子晴仲伸手出窗，笑住同我揮手。我企喺原地，拎出電話，第一個電話打俾私人銀行瓜經理。瓜經理，我係沈之薇，沈女士，早晨，麻煩即刻取消周景川名下黑卡附屬資格。電話嗰邊靜咗半秒，即時取消。係，收到。第二，景微科技採購卡撤銷周景川所有大額付款權。明白。第三，家庭資產卡即時終止，所有未完成授權一律取消。亞經理問，包括今日勞斯萊斯嗰筆？包括。我望住手入面本離婚證，仲有聯名營運窗戶取消佢單獨簽署權。任何超過10萬嘅款項，全部進入雙重複核。亞經理語氣嚴肅，沈女士，系統要做面容確認。我即刻開視像，2分鐘後，3張卡全部停咗，附屬資格亦取消晒。我呼咗一口氣，原來收返自己啲嘢，真係冇想象中咁難。第二個電話，我打俾許萬寧，佢係我大學同學，亦係景微長期法律顧問。辦完啦，喊咗未？冇，咁就好。我望住路邊，萬寧幫我開證據保存，婚內公司卡支出、私人附屬卡、林子晴相關付款全部要。許萬寧聲音即刻認真，發現咩？佢哋想用公司卡買勞斯萊斯。電話嗰邊靜咗2秒，夠膽喎。仲有公司印章同大額授權，我懷疑有問題。你將截圖同錄音傳俾我，我即刻返律師樓。我啱啱收線，手機又響，來電顯示葉敏儀，勞斯萊斯展廳銷售主管。我接聽，之薇，你方便講嘢啊？方便。佢壓低聲音，周生同林小姐喺我哋展廳。我知，周生揀咗架1000萬嘅星耀定製版，頭先仲話即刻俾清。我望住街外，跟住呢，葉敏儀停咗一下，第1張卡失效，第2張亦批唔到，而家第3張啱啱刷完，展廳嗰邊傳嚟周景川聲音，點可能啊？你再刷，跟住係林子晴，景川，銀行系統壞咗啩？葉敏儀細細聲講，之薇，3張卡全部取消咗。我笑咗一下，唔係銀行搞錯，係我停，我上咗自己架車，幫我留住佢哋。我15分鐘到，車開出2個路口，銀行又彈出一條風險通知，一筆2860萬公司款項進入複核，收款公司晴川智聯科技。我盯住嗰4個字，晴川，一個係林子晴，一個係周景川。我即刻截圖，跟住打俾梁宋雅，宋雅，查晴川智聯，仲有2860萬嗰筆數唔好刪，保留晒申請路徑，我想睇清楚邊個動過。3分鐘後，梁松雅傳咗一份文件過嚟，晴川智聯大股東林志峰、林子晴親阿哥。我握住藤盤，忽然覺得勞斯萊斯展廳嗰3張卡只係一個開場，真正大個盤數仲喺後面。我去到展廳嗰陣，門口幾個銷售低住頭，有人一見我即刻行入貴賓區通知葉敏儀。周景川坐喺梳化，面前擺住3張卡，林子晴企喺車邊，原本笑到好甜，而家塊面黑到好似全展廳都欠咗佢錢。葉敏儀行過嚟，沈董，周景川猛咁抬頭，你嚟做咩？我望咗眼展廳中央架車，深藍車身，銀色腰線，車頂仲有手工星空，真係幾靚。我行到梳化前，聽講有人想用我啲卡買車，我咪過嚟睇下。
林子晴即刻行前一步，你啲卡，佢指住台面，呢3張明明一直都係景川用開，唔等於係佢嘅。我坐低，葉敏儀將平板放低，周先生，第一張係沈董私人銀行主搶戶底下嘅附屬黑卡，第二張係景微科技採購授權卡，第3張係知微家族資產窗戶使用卡。佢停咗一下，3張卡最終持有人同授權人都係沈董，成個貴賓區靜晒。周景川咬住牙，知微，我哋今朝先辦離婚，你有必要做得咁絕？有，我望住佢，離婚之前你係我丈夫，公司俾你權限，屋企俾你附屬卡，全部有關係基數，而家關係冇咗，權限自然收返。林子晴冷笑，講到底你咪唔忿氣咯，景川唔愛你，你就用錢控制佢。我望住佢條裙，你條裙68萬，佢愣咗，我再望住佢隻表120萬，上個月巴黎酒店48萬，昨日架車訂金180萬。林子晴塊面慢慢白咗，全部由我名下窗戶出去。我望住佢，你着住我俾錢買嘅裙，戴住我俾錢買嘅表，企喺度話我用錢控制人，你唔覺得好笑咩？旁邊幾個銷售互相望，有人忍唔住垂低頭。周景川拍咗一下張台，嗰啲係夫妻共同支出。我拎出離婚協議第7頁，雙方確認私人銀行主搶戶知微創投婚前家族資產全部由我婚前持有，你琴日先簽完。周景川冇聲，我望住葉敏儀，價且交易取消。林子晴即刻急，點解取消？景川可以用剩低戶口俾我，笑咗，得啊，自己俾咪得咯。周景川拎出電話，我叫財務轉數，佢打俾梁宋雅，電話一接通，佢直接開面提，梁總，由公司形象預算轉1000萬去車行。梁宋雅聲音好平，周總，你大額付款權今朝取消咗，邊個取消？控股股東沈知微女士，我係行政總裁，行政總裁有營運權，冇權用公司資金買私人豪車。周景川額頭開始出汗，架車係品牌用。梁松雅問，有董事批准咩？有採購流程咩？有品牌項目文件咩？車輛登記用公司名義咩？周景川一句都答唔出。梁宋雅繼續講，仲有財務部啱啱收到2860萬轉款申請，收款公司晴川智聯成立未夠2個月。周總，呢筆數麻煩你準備解釋。電話斷咗，林子晴隻手慢慢縮返去，我望住佢，晴川智聯個名幾浪漫。周景川即刻話正常合作公司嚟。我有話唔正常咩？我拎起茶杯，你咁緊張做咩？葉敏儀行過嚟，沈董，你訂嗰架車準備好啦。林子晴皺眉，佢都有訂車。展廳另一邊道玻璃門慢慢打開，一架珍珠白定製幻影停喺燈光下面，車頭有一條毛巾有線。車門打開嗰陣，入面係我自己揀嘅淺灰皮。葉敏儀笑住講，全車由沈董私人窗戶一次過付款，今日正式交付。林子晴望住架車，點解同我揀嗰架咁似？我企起身，唔似，我呢架俾清晒。我行到周景川面前，你嗰架連訂金都係我俾。周景川伸手捉住我手腕，沈知微，你一定要當住咁多人踩我。我望住佢隻手，放手，佢冇喐。我再講一次，放手。葉敏儀已經叫保安。周景川終於鬆開，我整理袖口，我冇踩你，我只係收翻自己啲嘢。我行向架車，林子晴忽然喺後面大叫，你以為有錢就贏晒啊？我停低，轉過頭，有錢未必贏，但用人哋啲錢扮有錢，輸嗰陣一定幾難睇。我上車之前，手機收到梁宋雅傳嚟嘅資料，晴川智聯股東資料。林志峰持股90%，公司地址係林子晴以前租用嗰間辦公室。我吞住語音，宋雅查埋佢哋有冇接觸景微客戶，仲有將2860萬嗰份申請文件傳俾我。
2分鐘後，文件到咗，右下角有我個名，沈之微，筆跡似到7、8成。我望咗好耐，跟住打俾許萬寧，份文件有我簽名，但我冇簽。許萬寧語氣即刻沉落去，先唔好驚，你屋企有冇放舊合約？我諗起上個星期蘇美蘭打電話俾我，話要返海景別墅拎冬天衫，嗰日周嘉怡亦返過去，物業仲提過，林子晴跟住一齊上樓，我抬起頭，萬寧幫我做筆跡保存，我去查屋企 CCTV， 葉敏儀企喺車門邊，之微有件事我唔知應唔應該講，你講。佢望咗眼周景川，林小姐上星期過嚟揀車，佢話離婚之後周生會將公司一半股份俾佢，我笑咗一下。公司一半係，仲話海景別墅會轉去周生名，我關上車門，多謝你。車開出展廳，後鏡入面周景川仲企喺原地，林子晴喺旁邊不停講嘢，佢哋應該仲覺得3張卡只係我發脾氣，過2日就會開返，佢哋唔知我今朝停低嘅唔單止3張卡，仲有我幫周家撐咗8年嗰片天。夜晚7點，我去到海港酒樓，本來冇打算嚟，但蘇美蘭下真打咗17個電話，最後仲喺周家群組留咗段語音。之微，離婚玩離婚，做人要有交代。今晚成家人食餐飯，你過嚟將屋、車、公司啲數講清楚。我聽完覺得幾有意思，所以我帶埋許萬寧。一推開包廂門，入面坐咗20幾個人，周景川、林子晴、蘇美蘭、周嘉怡，仲有幾個平時1年都見唔到2次嘅周家親戚。台中央放住個蛋糕，上面寫景川重學新生，我差啲笑出聲。蘇美蘭見到我，連眼尾都冇抬，你終於肯嚟啦。林子晴坐喺周景川隔籬，佢已經換咗條裙，手上隻錶亦除咗，應該怕我再講價錢。我同許萬寧坐低，蘇美蘭直接推咗份文件過嚟。海景別墅，景川住慣咗，你一個女人住咁大冇用，屋留俾周家。我揭開第1頁，物業轉讓草稿，受讓人周景川。我抬眼望佢，邊個整？蘇美蘭一臉理直氣壯，一家人傾過，你攞走公司咁多股份，間屋理應留俾景川。一個周家姑姐即刻幫口，之微，女人唔好太計較，景川以後仲要成家，你霸住間大屋做咩？另一個叔父笑住講，你都有錢啦，留條路俾前夫，大家面上好睇。我聽到呢句，慢慢拎出手機，大家面上好睇。我吞開一段錄音，蘇美蘭聲音即刻喺包廂響起。離婚之後，間屋點都唔可以俾之微拎走，佢心軟，我喊2次。景川再話公司要接待客，佢自然會留低。跟住係周景川聲音，媽，你放心，佢最驚人哋話佢絕情。谷司機會所，佢唔會真係停。錄音播完，成台人冇晒聲。蘇美蘭塊面漸紅，你偷錄我哋講嘢，我笑咗。你打電話俾我嗰陣，自己冇收線。許萬寧將一份文件放上台，海景別墅樓契，物業由沈之微女士婚前存款購入，周景川先生同周家任何人冇業權。周家姑姐伸長條頸，婚前買。我點頭，係。蘇美蘭拍台，我住咗8年，點都有份啦。許萬寧望住佢，住8年唔會自動變屋主。周嘉怡尖住聲音，咁我媽搬去邊？我望住佢，自己搵地方。你點可以咁對長輩噶？我對佢唔夠好咩？我拎出第2份文件，厚厚一疊，過去8年家庭支出。我逐頁翻，蘇女士私人醫療1320萬，會所年費460萬，司機同車冷680萬，旅行、首飾、宴會1100萬。我望向周嘉怡，你讀書、開店、婚禮訂金790萬。周嘉怡嘴唇喐咗2下。我再望周景川，你私人卡支出4000幾萬，仲未計公司。成台親戚開始細細聲講，原來全部之微俾。景川唔係大公司老闆咩？點解連阿媽醫藥費都係前妻俾？周景川面色愈嚟愈沉。
你攞晒啲數出嚟做咩？8年夫妻，食餐飯都要計。我望住佢，你哋叫我講清楚，我咪講清楚咯。蘇美蘭伸手推開啲文件，我唔理，晚屋我唔搬，你有本事叫人抬我出去。我望向許萬寧，佢拎出一個信封，正式收回物業通知，7日內交返鎖匙，係私人用品可以安排搬運公司處理。7日後物業門禁會更新。蘇美蘭成個人彈起身，你敢？我拎起杯茶，點解唔敢？間屋係我名，裝修係我俾，管理費係我交，你哋住咗8年，已經夠耐。林子晴忽然開口，沈小姐，你咁樣逼一個老人家搬屋，傳出去唔怕人講咩？我望住佢，你咁關心，接佢去你屋企住咯。佢即刻冇聲。我繼續講，你同周景川而家咁恩愛，家婆自然由你照顧。蘇美蘭望住林子晴，子晴，你嗰間屋有幾大？林子晴個樣僵咗。我而家租緊。我笑住飲茶，成台親戚望住佢。頭先仲叫佢新周太，而家一聽要接家婆，個個都唔出聲。周景川忍唔住，志微，你針對子晴有咩意思？我冇針對，我淨係將你哋想要嘅生活交返俾你哋自己負責。周家姑姐忽然轉口，其實老人家住細啲都得，最緊要一家人齊齊整整。蘇美蘭即刻望住佢，咁我去你屋企住。姑姐成個人僵住，我屋企細，個仔又要返工。我低頭笑，原來講道理容易，真係要接人返屋企，個個即刻有難處。周嘉怡望住我，婚禮尾數你仲會俾啩？我望住佢，唔會咩？婚係你結，錢自己俾。佢即刻紅晒眼，你以前明明答應過，以前你叫我大嫂，而家你哥同我離咗婚，你想我用咩身份幫你俾？周嘉怡望向周景川，哥。周景川沉住聲，婚禮照搞，我會處理。我點頭，好呀，自己處理。我企起身，飯我唔食啦，7日後見。行到門口嗰陣，手機響，物業經理傳咗段 CCTV 俾我，時間上星期3下晝3點42分，林子晴同周嘉怡一齊入別墅，兩個人上2樓。4點08分，林子晴拎住一個黑色文件袋離開書房。我停低條腳，再睇第2段，黑色文件袋握邊露出一個紅色盒角，公司印章盒。我即刻打俾梁宋雅，宋雅，公司主印章仲喺唔喺度？電話嗰邊傳嚟開櫃聲。過咗一陣，梁宋雅聲音變晒，知微，主印章唔見咗。我轉頭望返包廂，門仲未關實，入面傳嚟周景川聲音，知微只係嚇你哋。過2日佢就會心軟。我握住電話，今次我冇嬲，我只係覺得周景川對我最大誤判，就係佢一直以為我以前唔出手，代表我永遠都唔會出手。第2朝我去咗公司，梁宋雅將印章登記簿放低，最後一次正式使用係12日前，之後冇出入記錄。公司印章平時有2重鎖。我望住個空櫃，邊個有密碼？梁宋雅答：你，周景川，仲有我冇攞，你亦冇攞，剩翻一個。我拎出 CCTV， 梁宋雅睇完，成塊面沉晒。林子晴點入到你書房？周嘉怡帶佢入，印章點去咗別墅？我諗咗一陣，可能周景川一早拎走，之後叫林子晴去攞。許萬寧推門入嚟，報室文件準備好，公司公告亦寫好，由今日開始，舊印章所有新文件都要重新核實。我簽完名，報警備案。梁宋雅問：晴川智聯嗰筆數點處理？保留申請記錄。唔批，唔好刪，我要成條路徑。中午，物業經理打電話：沈小姐，周老太太帶咗10幾個人返嚟，佢哋唔俾換門禁。我望住時間，我而家過嚟，半個鐘後，我去到別墅屋苑。大堂逼滿周家親戚，蘇美蘭坐喺梳化，旁邊擺住幾個行李箱。周嘉怡開住直播，大家睇下，我前大嫂離婚，即刻趕老人家出屋，幾十歲人連住嘅地方都冇，見到我，佢即刻將鏡頭對住我。沈之微，你敢唔敢同大家講點解趕我媽走？
我行到鏡頭前，咁因為間屋係我嘅，直播留言即刻彈，有人問樓契，有人鬧我無情。周嘉怡得戚咁笑，你有錢大晒啊！我拎出樓契副本，再拎出物業付款記錄，買樓存款由我婚前賬戶支付，8年管理費、維修費、裝修費全部由我支付，周家冇俾過1蚊。我望住鏡頭，而家我收返自己間屋，有咩問題？留言開始轉，住咗8年1蚊都冇俾，前大嫂仲供埋家婆，咁都叫趕？周嘉怡即刻熄直播，蘇美蘭大叫：我係景川阿媽，景川做咁大間公司，間屋點會冇佢份？我望住佢，景川有幾多錢？你問景川，我有幾多嘢？我而家逐樣收返。物業經理行過嚟，沈小姐，回門禁文件核對完成，可以開始。蘇美蘭即刻擋住升降機，邊個敢上去？我冇同佢嗌，我拎出另一份通知。蘇女士，由今日開始，會所家庭卡取消，司機服務取消，私人醫療代付取消，屋苑車位使用權取消，所有門禁今日更新。佢愣住，醫院嗰邊都停。係，我下星期仲要複診。你有仔？我望向周景川，佢啱啱由門口衝入嚟。沈之微，你搞我媽？我冇搞佢，我只係唔再俾錢。周景川行到我面前，你明知我而家公司忙，點照顧到佢？咁林子晴呢？佢唔係話好愛你咩？叫佢幫手咯。蘇美蘭即刻望住林子晴，原來佢都嚟咗，只係一直企喺最後面。子晴，你陪我去醫院得唔得？林子晴勉強笑，阿姨，我公司好多嘢做。我望住周景川，睇到未？以前你哋唔使諗，因為全部有我，而家冇我，自己傾。鎖賬上樓，物業開始更新門禁，周家親戚一個個退開。頭先嗌得最大聲嗰個姑姐，細細聲同蘇美蘭講，不如。佢講到第一個字，自己都覺得唔啱，即刻改口，要唔要先住酒店？我望住佢，佢即刻收聲。2個鐘後，舊鎖拆走，我行入書房。櫃桶有撬過痕跡，文件少咗幾份，印章盒冇咗，但窗邊細鏡頭仲喺度。嗰個鏡頭係3年前裝，當時書房有份融資文件試過俾工人調錯，之後我叫物業加咗一個獨立鏡頭，周家冇人知。我將記憶卡拎出嚟，畫面清楚影到林子晴打開櫃桶，周嘉怡企喺門口。林子晴拎起印章盒嗰陣，講咗一句：有呢個景川就可以將新公司啲合約簽晒。周嘉怡問：我哥真係會俾我股份？林子晴笑：公司過到手，大家都有份。我將影片傳俾許萬寧，啱啱傳完，顧明毅打電話俾我，佢係明毅汽車集團董事長，亦係景微最大客戶。知微，我收到一份新合約，對方話景微將核心車載系統轉俾晴川智聯，我握緊電話。份合約有邊個簽名？你，仲有景微公司印章。我望住空咗嘅文件櫃，顧董嗰個簽名係假。電話嗰邊靜咗。你肯定？肯定，因為我從來冇見過呢份合約。顧明崖語氣即刻嚴肅。我將全份文件傳俾你。實契未？晴川智聯琴日仲約我食飯。林子晴話景微之後會由周景川全面接手。你離婚之後會退出公司。我笑咗，佢哋想得幾完整，要我幫你暫停合約咩？麻煩你，另外唔好話俾佢哋知，我已經睇到。顧明崖停咗一下，跟住笑，你想等佢哋行多幾步？係，行得愈多，留低嘅證據愈多。我收線，返到客廳，蘇美蘭仲坐喺梳化，佢見到我，忽然軟咗語氣。知微，一場家人，你真係要做咁絕？我望住佢，蘇女士，你頭先開直播話我趕你，而家又講一家人，你想留低係因為當我係屋企人，定因為呢度唔使你俾錢？佢眼神閃咗一下，我已經知答案。搬運公司聽日到，私人用品會送去你指定地方。今晚之後，門禁正式失效。我轉身上樓，身後傳嚟蘇美蘭喊聲。周景川低聲安慰佢，林子晴一句都冇講。我行到2樓，手機又收到一條訊息。
顧明崖傳嚟新合約，我打開最後一頁，除咗假簽名，仲有一條細字：景微核心客戶資料會連同系統授權一齊轉俾晴川智聯。我望住嗰行字，終於明，佢哋唔係想開新公司，佢哋係想搬空景微。我即刻返公司。顧明崖傳嚟嘅合約已經打印好，會議室入面，梁宋雅、許萬寧、資訊主管、研發副總全部到齊。合約寫住景微3條核心產品線交俾晴川智聯做獨家銷售，授權期10年，服務費2860萬，仲附帶客戶資料使用權。梁宋雅睇到成個人發火，佢哋想偷空景微。我坐低，唔單止佢哋想用景微啲客養大另一間公司。許萬寧將幾份資料放低，印章報失完成。銀行保留咗轉款申請資料，付款申請由周景川賬戶建立，文件由林子晴賬戶上傳，證據開始一塊一塊砌埋。我冇即刻揾周景川，先開營運會，會議室坐滿部門主管。周景川遲咗15分鐘先入嚟，林子晴跟喺後面，兩個人仲坐主席位。周景川一開口就講：今日供應商延遲付款，全部因為有人突然撤銷授權。佢望住我，公司唔係用嚟報復前夫。幾個主管偷偷望我，我打開投影，第一張3筆私人珠寶支出，第二張巴黎酒店，第3張勞斯萊斯定金，第4張晴川智聯轉款。我望住周景川，邊一筆係供應商？佢面色一變。呢啲係公司品牌開支。梁宋雅開口：冇預算，冇審批，冇項目，冇正式用途。林子晴即刻話：品牌工作好多時要快，樣樣等流程，機會一早走咗。我望住佢，所以你用公司卡買表，置入料要拍宣傳片，片呢？佢冇聲。我再問：巴黎酒店呢？客戶活動、客戶名單呢？佢嘴唇喐咗幾下。我點開相片，酒店房間。周景川抱住佢，相片係佢自己放上私人社交窗戶，後尾刪咗。我一早截圖，會議室靜到連冷氣聲都聽到。周景川拍台：私人感情唔好擺入公司。我望住佢：你用私人錢，我一句都唔講。你用公司錢養婚外情人，呢件就係公司事。幾個主管開始低頭睇文件，有人面色已經黑晒。我繼續講：由今日開始，周景川大額付款權暫停，林子晴品牌預算權暫停，2位核心資料下載權暫停。林子晴企起身：你冇資格停我。我望住佢：我持有公司62%股份，夠唔夠資格？佢愣住。周景川即刻話：知微，股權唔代表你可以亂管營運。我冇亂管，我將晴川智聯份合約推過去，解釋。周景川睇咗一眼，正常業務安排，我有簽咩？佢望住我個假簽名，你可能唔記得。我笑咗，咁啱，筆跡鑑定會幫我記翻。佢塊面僵咗，研發副總忍唔住開口：周總，核心系統轉出去，點解研發部完全唔知？周景川沉住聲：高層安排，唔使樣樣通知。資訊主管再問：客戶資料點解寫入授權？品牌合作要用。我望住全場，由今日開始，所有晴川智聯相關文件全部暫停，所有客戶重新確認，所有印章文件重新核對。周景川一掌拍落台：你想搞死公司？我望住佢：我係救公司。會議完咗，我逐個打電話俾主要客戶，冇講夫妻恩怨，只講公司印章失竊，只講合約要重新核實，只講景微會保障合作。顧明崖第一個表態：知微，我當年入股景微，睇中嗰個係你。周景川口才好，但產品、數據、風險全部由你做，你返嚟管，我放心。下真3個主要客戶全部暫停晴川智聯合約，公司現金冇流走，客戶亦冇走。夜晚，林子晴喺社交平台放咗張相，相入面佢坐喺勞斯萊斯展廳，配文：有啲女人以為控制晒銀行卡。
就可以控制一個男人。下面好多人留言支持佢，離婚仲卡住前夫啲錢，男人揾錢，女人管錢，難怪人哋走。我睇咗兩眼冇回，只係叫許曼寧做公證保存。11點，梁松雅傳咗張邀請卡俾我，景微年度合作夥伴晚宴，主講人周景川，品牌副總裁林子晴。邀請卡最後一頁仲有一行細字，晚宴當晚將公布周景川先生人生新安排。我睇完，收到林子晴私人信息。沈小姐，景川話晚宴會正式介紹我公司同周太位置，你都留唔住。我回咗4個字，到時見啦。第二朝，公司前台通知我，林子晴帶咗2個記者入公司，話要拍品牌專訪。我落到大堂，見到佢企喺公司標誌前。記者問林小姐，聽講你即將升任副總裁，佢笑住點頭。景微未來會更年輕，我亦希望公司少啲私人情緒。佢見到我故意笑。沈小姐都嚟啦，雖然離開營運，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退休生活。前台幾個員工望住我，有人尷尬。我行到記者面前，邊個批准採訪？林子晴笑，景川，公司品牌由我負責。我望向保安，未經批准拍攝，請2位記者去接待室。林子晴面色一變，你憑咩？我拎出公司公告，你品牌預算權同對外發佈權，琴日已經暫停。記者互相望，其中一個問林小姐，你唔係副總裁咩？我望住佢，任命冇董事批准，目前仲唔生效。大堂靜晒，林子晴個樣青一陣白一陣，佢壓低聲音，沈之薇，你等晚宴？我笑住點頭，我都等緊。晚宴喺雲海酒店頂樓舉行，600個合作夥伴、投資人、媒體同員工全部到場。我冇由正門入，先去咗酒店樓上細會議室。許曼寧、梁松雅3名董事全部已經等緊。台面擺住臨時股東文件、董事調查報告、印章報失證明、資金異常記錄。我逐份睇，逐份簽。梁松雅問：真係今晚？係，唔再俾周景川解釋。我望住樓下會場，我俾咗8年，夠耐啦。8點正，周景川上台，佢着住深黑禮服，林子晴着銀色長裙坐喺第一排。周景川講公司未來，講品牌，講上市，講自己點由零開始。大屏幕放住公司第一間辦公室相片，相入面有我，但剪到剩翻半邊手。我望住張相，冇嬲，只係覺得幾可笑。講咗20分鐘，周景川忽然笑：今晚我仲有一件私人喜事。燈光打落林子晴身上，佢慢慢企起身，全場鼓掌。周景川伸手，過去1年，子晴陪公司經歷好多，佢有能力，有熱誠，亦最清楚我。林子晴行上台，周景川拖住佢，由今日開始，林子晴正式擔任景微品牌副總裁。掌聲再響，佢停咗一下。另外，我同子晴會開始人生新階段。林子晴笑到眼都彎。主持人問：周總，前周太今晚有冇到？周景川面色淡咗少少。沈女士同公司已經冇營運關係。私人方面，我祝福佢。我推開會場門，多謝。全場慢慢靜落嚟。我着住白色西裝，許曼寧同梁松雅跟喺後面。顧明毅由第一排企起身，之微，我點頭。周景川望住我：你嚟做咩？我行上台。合作夥伴晚宴，我係公司控股股東，點解唔可以嚟？現場開始有議論聲。林子晴拎住咪：沈小姐，今晚係公司活動，私人情緒遲啲先處理啦。我望住佢：你啱啱用公司舞台宣布私人關係，而家同我講私人情緒。台下有人忍唔住笑。周景川壓低聲音：之微，唔好搞場。我拎起另一支咪：我唔搞場。我宣布一份股東決議。大屏幕轉畫面，景微智能科技股權結構：之微創投62%，周景川18%，員工同剩低股東20%，
全場嘩咗一聲。好多員工第一次知道。我繼續講，經過公司審計，周景川涉及未經批准使用公司資金，亦涉及將核心業務轉俾關聯公司。由今晚9點開始，暫停周景川行政總裁職務。成個會場爆晒聲，周景川衝前一步，你冇權。我望住大屏幕，3名董事投票記錄出現，全數通過。我再望住林子晴，林子晴副總裁任命，冇董事審批，冇股東批准，所以唔生效。佢面色白晒，台下有人開始收起掌聲，有人低頭傳信息，有人望住周景川，眼神已經唔同。周景川咬住牙，沈之微，你用離婚報復公司，我佔咗一下遙控。大屏幕出現勞斯萊斯付款申請、珠寶付款、酒店付款、晴川智聯合約，邊一樣係公司正常營運？佢冇答。林子晴搶住講，全部有授權。我望住佢，邊個授權？佢指住文件，你。大屏幕放大我個假簽名。周景川好似突然有返底氣。佢由公事包拎出一份文件，沈之微，你唔好扮，呢份股權授權書有你簽名，你一早同意將公司管理權交俾我。佢將文件舉高，仲有公司印章，現場媒體即刻影相。我望住份文件，慢慢笑。周景川，你知唔知公司印章3日前已經報失？佢隻手停咗，許萬寧行上台。報警備案時間前日下午2點12分，印章失測 CCTV 已經交俾相關部門。林子晴成個人退咗一步，我望住佢，片入面影到你，全場靜晒。周景川即刻問咩 CCTV？ 我揀播放。林子晴喺我書房拎印章盒，聲音清清楚楚，有呢個。景川就可以將新公司啲合約簽晒。台下一片嘩然。林子晴搶住咪，唔係咁，我只係幫手拎文件。我望住佢，慢慢解釋。周景川望住大屏幕，額頭青筋都出咗。之微，一段片證明唔到咩？佢拍住份授權書，筆跡係你，印章亦係真。只要文件有效，公司管理權仲係我。我望住佢。咁就驗筆跡、驗墨水、驗打印時間、驗文件來源。我行到佢面前，你最好祈禱份文件真係我簽。台下記者不停影，有人已經開始直播。林子晴忽然喊：景川，你話之微同意㗎？周景川猛咁望住佢，你收聲。我望住兩個人，第一次佢哋喺所有人面前開始互相驚。梁松雅行上台，另外。晴川智聯2860萬轉款已經正式停止，大屏幕出現付款路徑，建立人周景川，上傳人林子晴，收款公司大股東林子峰。林子晴成塊面冇晒血色，顧名義拎起咪，明係集團已經暫停晴川智聯所有合作。第二個客戶亦企起身，我哋一樣。第三個客戶跟住表態。台下風向完全轉晒，頭先仲圍住林子晴影相嗰班人，而家全部望住我。周景川握住咪，大家冷靜，公司仲由我管理。我望向酒店保安，周先生職務暫停，請交返後台通行證。成個會場再次靜晒，保安行上台，周景川冇喐。我望住佢，你頭先話我同公司冇營運關係，而家我正式通知你。由今晚開始，冇營運權嗰個係你。晚宴之後，公司即刻停咗周景川所有系統權限，辦公室暫時封存，電腦交俾第三方做資料保存。林子晴品牌部亦停止接觸核心資料。第二朝，周景川律師先出招，佢哋向公司發函，話我隱藏婚內資產，要求重新分配之微創投股份。許萬寧睇完笑咗，佢冇路行，開始搶你婚前股權。我將一箱文件推俾佢，之微創投成立日期、公司股權來源、婚前資金流水，每一年周景川簽過嘅股權確認。許萬寧揭到第3份，停咗。佢年年都簽，
係，仲咁話唔知，佢以為我唔會追。下真，周景川接受媒體訪問，佢坐喺酒店，眼圈有啲黑。我同前妻有財務分歧，公司本來由我一手建立，有人利用股權，因為私人感情干預營運。林子晴坐喺側邊，一臉委屈。我只係努力工作，冇人想破壞任何家庭。訪問一出，網上又開始鬧，有人話我搶公司，有人話我離婚報復，我一條都冇回。梁宋雅問我唔澄清，未夠，而家證據仲未夠。我望住資料，夠打公司數，但未夠證明。邊個叫人偽造文件？傍晚，前行政助理陳樂儀揾我，佢以前跟周景川，半年前突然辭職，我哋約喺律師樓見。佢坐低之後，雙手一路震。沈董，我有啲嘢想交俾你。佢拎出一部舊手機。舊年11月，周總叫我揾人模仿你簽名，我望住佢，你做咗。佢眼紅，我冇，所以我辭職，但我錄低咗。許曼寧即刻開錄音，周景川聲音傳出嚟。芝微平時簽文件有固定寫法，揾個人練熟。陳樂儀問周總，咁樣犯法㗎？周景川笑，夫妻之間邊有咁多犯法？公司本來就係我。錄音去到呢度停咗，我冇講嘢。8年，原來佢唔單止出軌，一早已經打算攞走公司。陳樂儀又拎出一份電郵，林子晴之後揾過我，叫我教你簽名樣本。電郵內容好短，景川要做家庭資產安排，沈董唔想理細節，下面附咗10幾張我舊文件。我睇完，點解而家先揾我？陳樂儀低住頭，我驚晚宴見到你公開啲資料，我先知唔可以再收埋。我望住佢，多謝。離開律師樓之前，我收到蘇美蘭電話，一接通，佢就喊：芝微，你停咗醫院付款？係啊，醫院叫我自己交按金。你有仔，景川啲卡用唔到。我沉默2秒，所以呢？佢聲音愈嚟愈大。你做咗8年新抱，照顧我唔係應該咩？我望住窗外，我而家唔係你新抱，你唔可以咁絕。蘇女士，過去8年，我俾你嘅已經夠多，往後你食咩？住邊？睇醫生點俾錢？搵你個仔？我收線，跟住叫助理發出最後通知：周嘉怡婚禮場地尾數停止代付，婚禮珠寶訂單取消，蘇美蘭私人司機正式終止。夜晚10點，周嘉怡喺群組狂鬧：你搞到我婚禮冇場，全家人都知你小氣。我回咗一句：婚係你結，錢自己俾，跟住退出周家群組。11點半，許曼寧打嚟：芝微，錄音做完初步驗證，完整。我問筆跡呢？專家話授權書個簽名有模仿痕跡，墨水時間亦同文件日期對唔上。我望住書台上本離婚證。許曼寧繼續講：仲有一樣，授權書打印檔喺林子晴電腦揾到。第2招，我去公司人事部遞咗份投訴，林子晴話停職安排針對女性，要求公司公開道歉。我睇完，叫人事部按程序回覆。下真，佢帶住蘇美蘭去公司大堂，蘇美蘭一入嚟就喊：芝微，你做老婆嗰陣控制景川，離咗婚仲搶佢公司。大堂好多員工全部望過嚟，林子晴拎住手機拍：沈小姐，今日當住大家，你講清楚，景川有冇份創立景微？我行到大堂中央，有。林子晴即刻笑：咁你憑咩趕佢走？因為創辦人一樣要守公司規矩。我拎出一份文件，景微成立第一筆資金，由芝微創投支付。第2份，第1套核心專利，我持有主要權益。第3份，周景川每1年簽署股權確認，全部喺度。我望住林子晴部手機，你想拍清楚啲，唔好淨係影我個樣。大堂有人忍唔住拍手。林子晴面色變咗，蘇美蘭大叫：夫妻一場，公司點可以分咁清？我望住佢，你個仔想用假簽名攞公司嗰陣，
有冇諗過夫妻一場？大堂靜晒，林子晴即刻收起手機。我再行前一步，你今日嚟得啱，人事部通知停職期間唔准接觸公司資料，由而家開始請交返門卡。保安行過嚟，林子晴捏住張卡，我唔交。我望住保安主管，即時停用。1秒之後，門卡系統響咗一下，紅燈。林子晴企喺公司大堂，第一次連閘口都入唔到。正式協商安排喺許萬寧律師樓，周景川帶咗2名律師，林子晴亦有自己律師。蘇美蘭同周嘉怡硬係要跟埋嚟。一入會議室，蘇美蘭就指住我，知微，做人留一線。景川始終同你8年夫妻。我坐低，今日講文件，唔講感情。周景川將一份方案推過嚟，你撤銷公司追責，我保留行政總裁職位，晴川自聯合約作廢，我哋互相唔再追究。我揭咗2頁，仲有呢？知微創投轉20%股份俾你，佢冇聲。我笑咗，你偽造文件，攞公司印章，轉公司客戶，而家仲想攞我股份。周景川壓低聲音，公司冇我會跌，顧客認我，市場認我，門口傳嚟一個聲音，我唔認。顧明崖推門入嚟，佢將景微3年合作意向書放低，明崖集團合作對象係沈知微。周景川塊面變咗，顧董，呢啲係我哋夫妻事。顧明崖望住佢，你用公司印章轉我合約，已經唔係夫妻事。林子晴律師即刻開口，我當事人只係執行周先生指示。周景川猛咁望住林子晴，咩意思？林子晴低住頭，景川，我唔清楚文件係假，你話知微同意，你話公司遲早係你。周景川拍台，全部係你諗，晴川智聯係你哥開。林子晴眼都紅，係你叫我搵人開。2個人即場互推，我靜靜坐住。許萬寧拎出第一份證據，銀行申請路徑，周景川賬戶建立付款，林子晴賬戶上傳文件。第2份別墅 CCTV， 林子晴拎公司印章。第3份筆跡鑑定初步報告。第4份陳樂儀錄音。周景川聲音再次響起，搵個人練熟，夫妻之間邊有咁多犯法？成間會議室靜晒，蘇美蘭嘴唇發白。景川，錄音假嘅係咪？周景川冇答，我望住佢，仲有咩想講？佢盯住我，知微，你真係想睇住我入去？我笑得好淡，做決定嗰個唔係我，做過咩？自己負責。蘇美蘭衝到我身邊，你撤返啦，你以前最是景川，佢一時行錯。我抽翻隻手，婚內出軌1次，用公司錢；第2次攞印章；第3次假簽名；第4次搬客戶；第5次。我望住周景川，你唔係行錯一步，你一路行，一路覺得我唔敢追。佢個樣開始發狠。沈知微，公司係我帶大，你一個女人頂唔住。我未出聲。梁松雅傳信息過嚟，公司系統凌晨有異常登入賬戶，周景川舊管理賬戶操作，嘗試刪除客戶資料。我將手機放低，你琴晚登入公司系統。周景川眼神閃咗一下，我唔知你講咩。我望住佢，好，咁今晚睇清楚。我轉頭同許萬寧講，協商完，下一步照程序。我企起身，周景川突然捉住張台，沈知微，你會後悔。我停低，我最後悔嗰件事係太遲收翻啲權限，行出會議室。顧明崖同我一齊入升降機，佢問，你估佢今晚會再入系統？會，點解？因為佢覺得只要景微有事，我就會求佢翻嚟。顧明崖嘆咗口氣，佢真係完全睇錯你。我望住升降機門，以前連我自己都睇輕咗自己。夜晚8點，資訊主管完成追蹤設定，周景川舊賬戶表面仲登入到，實際每一個動作全部另外保存。保安主管問要唔要加人？要，但唔好打草驚蛇。11點03分，
系統彈出通知，舊管理搶戶再次登入位置。景微舊研發大樓，夜晚11點，城東樓德伺服器室仲有燈。我同保安主管坐喺監控室，資訊主管開住追蹤畫面，門禁記錄顯示有人用行政總裁備用卡入樓，嗰張卡本來應該交返，周景川一直話唔見咗。畫面入面兩個男人戴住帽，一個係林志峰，另一個係周景川。周景川行入伺服器室，林志峰拎出硬碟，我望住畫面，全部錄低。資訊主管點頭，資料出口已經轉去隔離區，佢哋攞走嗰份，全部有追蹤碼。15分鐘後，周景川開始刪資料，佢以為刪緊公司主檔，其實只係測試副本，每一個操作都有時間，每一次插入硬碟都有記錄。林志峰喺旁邊問，攞到客戶名單，程川仲開唔開？周景川答，開，只要景微冧，客自然過嚟。我聽住呢句，個心最後一點情分都冇埋。原來佢真係寧願公司死，都唔肯承認景微冇佢一樣行。保安主管問，而家入去？我搖頭，等佢複製完成。5分鐘後，系統顯示外接硬碟傳輸完成。我企起身，可以。伺服器室門一開，保安、資訊主管2名調查人員一齊入去。周景川成個人僵住，林志峰想拔硬碟，即刻俾保安按住隻手。我行入去，周景川望住我，你設局係你自己返嚟，你故意留搶戶，我留記錄。我望住硬碟，你自己揀咗入嚟。林志峰大叫，我只係幫手。周景川指住佢，全部係佢整。林志峰即刻反鬧，你話攞到資料就俾我股份，2個人喺現場互相推，我冇理。資訊主管交出記錄，登入時間，下載內容，刪除操作，現場錄音，全部齊。周景川望住我，知微，你真係要睇住我冇晒。我望住佢，你而家失去嘅全部係你自己拎去攞。佢忽然笑，公司冇咗我啲股份，你都唔會好過。我皺眉，咩意思？佢冇再講。第二朝，許萬寧查到答案，周景川半年前將自己18%股份全部質押，借款6億，借款用途寫公司發展，實際資金流入私人投資，其中一部分入咗晴川智聯，另一部分用嚟買海外物業。許萬寧望住我，佢老得好大。擲約之後，股份會進入處置。我問公司有冇擔保？冇。我有冇簽？冇。咁係佢個人問題。梁素雅翻開另一份數，仲有佢用蘇美蘭而家住緊嗰間市中心單位做抵押。我記得嗰間屋首期係我俾，每個月供款以前由公司福利窗戶代付，離婚後我已經停咗。周景川3個月冇供，銀行催收信已經寄出，我靠住椅背。原來資源一停，佢搭出嚟成座豪門，真係一層一層跌。中午蘇美蘭又打嚟，今次冇鬧，一接通就喊。知微，銀行話要收屋，你幫我俾住先啦。景川而家出咗事，我得你一個可以揾。我聽住，心入面冇波動。蘇女士，嗌屋抵押文件係你自己簽，我唔會幫，但首期係你俾㗎，所以你已經住咗咁多年，你以前俾唔代表以後都要俾。佢喊得愈嚟愈大聲，咁我停咗2秒，問你個仔，佢以前話你哋全部靠佢，而家俾佢證明。我收線。夏真，公司召開內部說明會，好多員工擔心，有人問周景川出事之後，公司會唔會裁員？我企喺台上，唔會，公司現金安全，主要客戶繼續合作。研發項目照原定時間，所有員工薪金同福利唔會受影響。台下有人問沈董，你會唔會親自管公司？我望住全場，會。以前我企後面，而家我返前面。掌聲慢慢響起，一開始得幾個人，跟住愈來愈大。我望住嗰班同公司一齊捱過好多年嘅員工，忽然有種感覺，我唔係返嚟搶位置，嗰個位置本身就有我一半，只係我離開得太耐，
景微合作夥伴說明會安排喺公司新總部，我第一次用董事長身份企上台，台下坐住供應商、客戶、員工、銀行代表，仲有好多媒體。有人問周景川停職會唔會影響公司？我望住全場，景微唔係靠一個人，技術團隊仲喺度，客戶仲喺度，生產線仲喺度，現金流亦安全。大屏幕出現治理安排，梁松雅負責財務，原研發副總負責產品，我負責董事會同主要客戶。顧明毅第一個上台簽新合作，未來5年，明毅集團繼續同景微合作。台下掌聲響起，第二個客戶、第三個客戶全部留低，員工原本緊張嘅樣慢慢鬆返，有人喺下面喊沈董加油，跟住越嚟越多人拍手。我望住成個會場，8年我一直企喺後面，唔係因為冇能力，只係當年覺得夫妻邊個企前面都一樣，而家先知有啲位置讓得太耐，人哋真係會當你冇份。說明會完咗，銀行代表同我傾股權處理，周景川質押鄭若相關股份進入合法處置程序，知微創投有優先安排權，公司唔使替佢還私人債。消息一出，周家親戚群組即刻炸，以前嗰班人一個個打電話俾我，知微，其實我一直覺得景川做得唔啱，嗰晚食飯我都想幫你講，你同美蘭8年感情唔好真係唔理佢，我一個都冇接。蘇美蘭市中心間屋收到正式通知，佢即刻帶住周嘉怡去銀行，但冇人幫佢哋補供款，周嘉怡婚禮亦取消。男家知道屋、車、婚禮費全部唔係周家出，分期暫停。佢喺網上鬧我，話我拆散人哋姻緣。網民翻佢之前直播，有人留言婚禮自己1蚊都唔俾，怪錢大嫂住人屋使人錢，仲鬧屋主。佢第2日就閂晒窗戶。林子晴更慘，公司停職，品牌窗戶收返，名牌付款記錄進入追查。佢想賣隻錶，買家查到來源有爭議，唔敢收。以前同佢合照嗰班名媛，一個個取消關注。下真，我去銀行開會，啱啱行入大堂，見到蘇美蘭同周嘉怡。蘇美蘭一見我，即刻衝過嚟，知微，你同銀行講一聲，間屋唔好收住。大堂好多人望住，周嘉怡紅住眼，你以前最細我，點可以睇住我同阿媽冇地方住？我望住佢，海景別墅搬走嗰日，你話我有錢大晒，而家又搵我。周嘉怡低住頭，我嗰陣嬲，你唔係嬲，你係覺得我俾錢係應該。蘇美蘭捉住我衫袖，知微，我認錯，你幫埋今次，我抽返衫袖。蘇女士，你上次亦講今次，8年入面每一次都係最後一次。銀行經理行過嚟，沈女士，會議室準備好。我點頭。蘇美蘭仲想跟，保安攔住佢，突然坐喺地上喊：你哋睇下，前身抱逼死家婆。大堂所有人望過嚟，我停低轉身，要唔要我公開8年支出？蘇美蘭即刻收聲。我拎出手機，醫療費1320萬，會所460萬，旅行、司機、首飾全部有記錄。你想當住成間銀行講？我陪你講。周圍有人開始細細聲。蘇美蘭塊面白晒，周嘉怡拉住佢，媽，走啦，我冇再理，行入會議室。嗰日之後，蘇美蘭再冇公開鬧我。晚餐時間，我返到海景別墅，屋入面已經清空。蘇美蘭啲行李由搬運公司送去酒店，我行入客廳。8年第一次咁靜，冇人叫我交醫藥費，冇人叫我安排司機，冇人問我幾時轉數。我坐喺梳化，沖咗杯茶，門鐘忽然響，保安打電話上嚟。沈小姐，周先生喺門口，佢話想見你。我望向門外監控，周景川企喺閘口，冇司機，冇名車，着住件走晒嘅外套，手入面拎住一個細盒。
我認得我哋結婚嗰隻戒指，我叫保安開外閘，冇叫周景川入屋。我行到花園，佢企喺石路盡頭，見到我眼紅晒，知微。我停喺3步之外，有咩講？佢拎出戒指盒，我哋重新開始。我望住個盒，冇接。周景川，你今日嚟係因為愛我？佢急住講，係，我呢排先發現冇人比你好。我笑咗，3張卡停咗，你先發現公司權限冇咗，你先發現屋冇咗，司機冇咗，股份出事，你先發現佢塊面白咗。唔係咁，咁係點？佢行前一步，我一時俾人氹。林子晴一路話你睇唔起我，佢話公司所有人都覺得我靠你。我想證明自己，我望住佢，所以偷我簽名，所以攞公司印章，所以搬走公司客，所以想整冧景美。佢答唔出，我繼續講，你唔係想證明自己，你係接受唔到，原來冇我，你未必仲係人哋口中嗰個周總。佢眼淚跌落嚟，知微，我錯啦，8年，俾我一次機會。我靜咗一陣，跟住拎出手機播咗段舊錄音。2年前周家做節，蘇美蘭笑住講，知微成日算數，女人咁叻做咩？周景川答，公司出面有我就得，佢適合留後面。跟住成台人笑。錄音播完，周景川低住頭，我問記唔記得？佢細細聲，記得嗰晚，我啱啱幫公司傾完30億融資，返到屋企，你哋笑我淨係識算數。佢嘴唇震，對唔住，我收返手機。你而家唔係後悔傷害我，你係唔習慣冇人托住你。閘口又有車到，蘇美蘭落車，佢衝入嚟，知微，求你救景川。佢捉住我隻手，銀行追屋，公司又唔俾佢返，佢晚晚瞓唔到。我抽返隻手，同我冇關。佢喊住講，我以前對你唔好，我而家知錯，你返嚟，我一定當你親生女。我望住佢，我有錢嗰陣，你叫我新抱，我要收返錢，你叫我外人。而家你冇屋，就叫我親生女。蘇女士，你想要嘅唔係我，係我啲資源。佢成個人坐落花園凳。周景川望住我，你要點先肯放過我？我拎出一份文件，唔係放過，係賠返公司損失、不當支出、法律費用、客戶修復成本，每一項都有數。簽資產返還協議，配合追討晴川智聯資金，交返所有資料，往後跟程序。佢望住份文件，簽完你會唔會撤返？唔會。佢猛咁抬頭，咁我點解要簽？因為你做過。我望住佢，簽係承擔，唔係交換我原諒。周景川企咗好耐，最後拎起筆簽名。今次我睇住佢親手簽，冇假筆跡，冇偷印章。簽完，佢望住我，知微，我哋真係冇可能。我收起文件，冇。佢眼淚再跌，我轉身行返屋，身後傳嚟蘇美蘭喊聲，我冇回頭。1個星期後，相關案件正式進入司法程序，偽造文件、非法取得公司資料、轉移公司資源，每一項都有證據。林子晴將責任推俾周景川，周景川亦交出佢同林志峰嘅通訊，3個人由情人、伙伴，未來一家人變成互相指責。第一次正式聆訊，林子晴見到我即刻衝過嚟，沈知微。全部都係周景川叫我做，我只係信佢。我停低望住佢，公司卡買表係佢逼你帶入我書房攞印章，係佢捉住你隻手叫你割開晴川智聯，亦係你完全唔知。佢嘴唇喐咗幾下，我愛佢，我笑得好淡。愛一個人唔代表可以攞走人哋啲嘢。周景川企喺走廊另一邊，聽到呢句低低頭。蘇美蘭坐喺後面，成個人瘦咗好多。佢見到我想行過嚟，最後停低。我冇再望。輪到我交資料嗰陣，我只講事實，只交文件，冇講一句多餘說話。最終公司追回大部分可追資金，相關人士要承擔相應責任。周景川失去行政總裁職務，個人資產進入處理程序，晴川智聯停止營運。
林子晴離開景微，亦要配合後續調查。走出大樓嗰刻，陽光好猛。許萬玲遞咗杯咖啡俾我，完一大半，我接過手機，啱啱收到新通知，知微女性創業基金正式批准成立。我望住個名笑咗，舊人生終於收尾，新嗰段先啱啱開始。半年之後，景微新研發中心正式開幕。我企喺台上，下面坐住200幾個工程師，牆上重新刮返公司第一張創業相。今次冇剪走我。箱入面，我同周景川企喺一間細辦公室，台面得2部舊電腦。嗰陣我哋真係相信可以一齊行好遠。後尾行散唔代表當初全部都假，只係人變咗。而我亦終於學識愛一個人，唔代表交晒自己人生出去。開幕之後，我宣布知微女性創業基金第一期投資10個由女性帶領嘅科技項目。台下有個後生女仔問我：沈董，你點解想做呢個基金？我諗咗一陣，因為好多女人有能力，只係成日企喺人哋後面，企得太耐，連自己都差啲唔記得。台下靜咗1秒，跟住響起掌聲。梁宋雅企喺嗰邊，董事長，下一個會議半個鐘後。我笑，俾我飲啖水先啊。佢都笑。公司經歷咗最亂嗰段，冇冧，收入仲升咗。以前好多合作夥伴淨係識周景川，而家開始識我，唔係周太，唔係前妻，係沈知微。海景別墅亦賣咗，嗰間屋太多舊記憶，我冇留，賣留一部分資金放入創業基金，另一部分買咗間細啲嘅海邊屋，冇咁多房，冇工人房，冇成班人等我俾錢。但每一個角落都係我自己揀。蘇美蘭搬去普通單位，周嘉怡重新揾工作，婚禮最後冇搞，周家親戚亦冇再揾我。有時有人傳信息，一家人始終一家人，我睇完就刪。我唔憎，亦唔掛住。有啲關係斷咗，未必係失去，可能係終於停止流血。周景川失去行政總裁職位，股份依法處理，私人債務要自己承擔，相關責任亦照程序完成。有人話佢成個人瘦咗好多，有人話佢成日講以前公司最叻嗰個，其實係我。我聽完冇感覺，承認得太遲，已經冇意思。基金啟動儀式嗰日，我着住白色西裝行出大樓，門口停住架珍珠白勞斯萊斯，葉敏儀親自送車時過嚟。沈董，駕車保養全部完成。我接過，多謝。佢笑住問：仲記唔記得交車嗰日？記得。周生刷3張卡都失敗，我都笑。成件事好似過咗好耐，而家望返呢，我拉開車門，幾好。嗰日3張卡停咗，我先真正醒返。上車之前，保安行過嚟：沈董，外面有人想見你。我望向大隻，周景川企喺對面，着住普通恤衫，手上冇花，冇戒指，乜都冇。佢隔住條路望我，冇行過嚟，我亦冇行過去。幾秒之後，佢抬起手，好似想同我講再見。我拉開車門，坐入去，引擎啟動，車慢慢駛出大樓。經過佢身邊嗰刻，我冇轉頭。後鏡入面，佢個人愈嚟愈細，最後消失。我握住軚盤，前面條路好闊，海面有光。手機傳嚟基金第一個項目成功簽約消息。梁宋雅喺群嘴問董事長：慶功飯食咩？我回：你哋揀，今日我請。群組即刻彈出一堆歡呼，我忍唔住笑。以前我以為離婚係輸，以為8年冇咗，以為一個女人由婚姻行出嚟會剩返好多遺憾。而家先知我冇失去人生，我只係將借出去太耐嘅人生重新攞返。嗰3張卡停嗰日，周景川以為自己失去咗一架車，後尾佢先知佢失去嘅係一個一直托住佢、信過佢、俾過佢機會嘅人，而我得到嘅係自由、係尊嚴、係自己個名，仲有往後每一條路，全部由我自己揀。我踩低油門，駕車沿住海邊一路向前。今次我唔會再為任何人停低。